立法院今年通过国家重点领域产学合作加人才培育创新条例，协助国立大学设立相关重点领域的研究学院，培养相关产业的人才。今仔日，阳明交通大学成立全台湾头一个产学创新研究学院。地接海，阳明交大产学创新研究学院揭开怀壳。总统蔡英文一透早来到新德市参加阳明交通大学产学创新研究学院的成立大会。蔡总统表示，半导体人才培育真重要，有好的人才，台湾半导体产业才通继续领先国际。在全球半导体产业竞争激烈，我们要让台湾继续维持国际领先的地位，培养下一个世代的高科技的人才，这就是我们现阶段最重要的工作。总而言之，这件事情只许成功，不能失败。阳明交通大学表示，产学创新研究学院未来会甲产业界结合，透过合作培养出符合企业需求的人才。现今半导体与资通讯产业碰到发展最大的瓶颈，是我们非常严峻的人才缺口，超过100台半导体的设备，而且有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的教学训练洁净房作为训练设施。台湾科学园区今年总产值3.48兆，甲去年相比成长3成。其中新竹科学园区1月到10月产值就已经超过1.3兆，从业人员也成长到16万5千人，估计相关人才的需求会搁再成长。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